政府唔教你，商家唔想你知，但係今日我哋照講。八達通嗰個回贈計劃有幾多個長者能夠着數攞到盡？答案係極少。但係200蚊食5星酒店，任叫任食點心放題，呢個係真嘅。今日3件事逐樣起底，筍嘅你要知，伏嘅你要避。今年4月3號開始，2蚊乘車優惠已經靜雞雞改咗制。以前就話劃一2蚊，依家呢10蚊以下嘅車費就繼續2蚊，10蚊以上就收原價2折。聽落好似冇乜分別。少年，你太年輕了。出年4月第2階段一到，每個月就會硬設上限240程，過咗對唔住，乖乖地俾全費啦。跟住講下八達通過使100蚊回贈4蚊九巴車費優惠。首先你要乖乖地上網填表，留低八達通號碼同電郵，截止日期係6月7號。搞掂之後，無論你喺網上定實體鋪頭，單一消費滿100蚊就可以回贈4蚊，最多玩10次，加埋就有40蚊。但係大家咪開心得咁早，想攞盡嗰40蚊，你首先要使夠1000蚊，而且回贈嘅唔係真金白銀，係九巴或者龍運巴士嘅乘車額。最衰係你要先搭車後回贈，車資仲要2蚊或者以上先計數。成個領取流程要過5關斬6將，分3步。第一，6月19號或者之前，你要金睛火眼睺實個電郵，睇下確認咗幾多回贈。第二，6月19號到7月2號要去搭九巴或者龍運。第三，7月8號至到8月7號去八達通應用程式或者服務站攞錢，又要登記，又要分10次買嘢，又要記住搭車，仲要趕喺死線前攞錢，4關都要自己跟足。老實講，唔識玩智能手機嘅老友記真係1毫子都休想攞到。4月22號，八達通應用程式靜雞雞加咗個的士功能，叫做 call 車易，唔使再下載多個應用程式，直接入八達通 app 入面，篤2下就搞掂。最大賣點係一口價，未上車已經知要俾幾多錢。如果跳標平過一口價呢，佢會即刻退翻差額俾你，包保唔會被掠水，似大陸嘅滴滴高德咁。聽講全港已經有42000個司機登記咗，推出短短6日，活躍度升咗1.8倍。加上4月1號開始，全港的士焗住要收電子支付，唔收分分鐘俾人罰款。去到6月30號，仲有張限時優惠券，6折券最多減40蚊，每人限玩1次；8折券最多減20蚊，每人可以用3次。2張券加埋，最高幫你慳100蚊。搭的士都可以用精明眼計數。入正題講酒店自助餐，醜話講喺前頭，呢3間酒店過長者門檻係唔同噶。海悅軒夠60歲，攞張樂悠卡出嚟就搞掂。海悅軒喺尖沙咀河內道18號海悅酒店3樓，開飯啊好評率有55%，收到180個笑哈哈。呢度最巴閉係平日過早鳥，任叫任食點心放題，樂悠卡5折。折實之後低至唔使200蚊落樓，視乎時段同現行優惠，強烈建議大家訂位前打去餐廳確認最新實價。記住啊，係任叫任食，唔係求其訂個套餐俾你。筍尖蝦餃、黃魚耳香芹、蘭黃餃、飛魚子燒賣、XO 醬蘿蔔糕，仲有芝士鮑魚、春卷同椰汁紫米凍糕。先唔好講食材高唔高檔先，呢個 menu 俾我嘅感覺就係佢唔係預製菜嚟噶，呢樣好緊要。如果嫌正食點心有啲寡，佢個半自助午餐都有7折，最平200蚊左右。係不過溫馨提示，茶錢同加一係照原價計噶，埋單大概都要260至270蚊落樓。5月1號勞動節同5月25號佛誕係冇份噶，唔好摸門釘。到會海逸 Promenade 呢間係3間之中，OpenRice 好評率最高嘅，達到65%，有353個笑哈哈，樣本最多最穩陣。地址喺紅磡都會道7號，港鐵紅磡站 C2 出口。個長者優惠，中文叫做兩全其美，要夠60歲，兩老同行，買1送1，自助午餐，平日12點至下午2點半供應。eShop 推廣價，2人共286個8，即係每位約143個4。價錢已經包埋加1服務費。食物方面，衛生關係，最近冇左生蠔，不過都有刺身嘅，記得要預先上酒店、網店、eShop 買飛或訂位。朗廷 The Food Gallery 喺尖沙咀北京道8號，門檻係65歲，平日自助午餐長者每位288蚊，亮點係有波士頓龍蝦同片皮鴨。想去到最盡，
逢星期三去啦，有個銀鈴禮遇，午餐只需228蚊，絕對係 CP 值之選。OpenRice 好評率55%，有400幾個評論。講完大餐，講下平民飯堂連鎖快餐大快活，今個星期搞母親節大放送，去到5月16號，每次消費減6蚊，全日都用得，平時減得3蚊㗎咋。不過要預先去門市或者官網申請張快活關愛長者卡，唔係臨場遞張樂悠卡出嚟就得㗎。大家落長者卡、樂悠卡都殺，茶市滿40蚊就減3蚊。如果你係認證咗嘅長者會員，晏晝或者夜晚買滿30蚊，仲送多碟免費油菜俾你清下腸胃。KFC 幫襯滿10蚊，送你熱奶茶或者即磨咖啡。朝早11點後食夠20蚊，就送多個細薯蓉俾你過下口癮。不過記住，只限星期1至5，紅日同星期6日係冇份㗎，唔好去到企喺度同個收銀死過。食完 buffet 同快餐，我哋嚟嘆個靚茶。蓮香樓夠60歲嘅話，早市茶錢2蚊，免加1，代價係你要做早起料，朝早9點45分前要埋單。中環同尖沙咀都有分店，不過中環威靈頓街嗰間係舊唐樓，要爬樓梯，腳骨力唔好嘅老友記可以去尖沙咀金巴利道嗰間舒舒服服嘆茶。不過綜合大家嘅意見，蓮香樓啲點心質素見仁見智，未必好食過你附近間酒樓。利東集團酒樓60歲加樂悠卡，全日茶錢都係2-3蚊，外賣自取仲有95折，一路去到12月31號。5間分店喺土瓜灣、屯門、九龍灣、油塘同新蒲崗。鴻福堂60歲憑樂悠卡買自家湯、涼茶、龜苓膏同豆漿有8折，都係去到年尾。但係停一停，諗一諗，如果你唔係頸渴，突然要買1支半支嘅話，鴻福堂街外邊大把優惠套票，分分鐘平過8折。所以買之前記得 check 下邊度買套票抵啲，唔好見到8折就衝埋去。仲有呢個平過返深圳玩嘅優惠，我自己覺得幾抵㗎。迪士尼樂園60歲或以上用樂悠卡買飛玩足1日都係100蚊，原價成600幾蚊以上㗎。最正係可以自己一支公或者幾個老友記買飛入去，唔使夾硬拖個俾全費嘅人陪你。嚟到呢個大家要快快行動嘅優惠，而家至5月16號，新登記手機八達通，只要買一次滿100蚊，頭1萬個就可以攞100蚊迎新額。喺推廣期入面，去指定250幾間商戶，每筆買過100蚊，仲有5%回贈，最多可以回足300蚊。攞錢日子係6月1號至到30號，兩樣加埋最高有成400蚊優惠㗎。講開又講，手機版樂悠卡啦，去到今年2026年4月，政府依然係出嗰句金句，正在研究可行性。大佬啊，上深圳去台北，啲老友記拍手機搭車已經係日常。香港呢，由2024年研究到2026年，足足2年啦。2027年240程上限實施後，實體卡同手機版點樣合併兩個載體嘅程數，政府到依家都仲未俾到個答案大家。你話呢個係技術問題？錯啦，呢個根本係態度問題。